乡亲朋友，大家好！分享出看村民太妃，我是李丽。当农民呢，就喺意思中槟榔倡议一类物价，做嚟讲係重要嘅經濟來源。還有呢，頭擺一種槟榔啊，細細一粒，就做嚟講係小兵立大功。不過亞下呢，按當年高鐵咧，槟榔嘅命運數漲太慢，卻認真亞下呢，槟榔嘅產業縮減到一厲害。故所呢，還有老亞下國人嘅抗權觀念有關係。政府想去安順，天天呢留槟榔園廢鐵，安順106年愛留槟榔園呢廢鐵。政府就輔導農民愛來種其他嘅作物，其中一類就係油茶。從亞種一滴一滴現榨出來嘅茶油，啲亞經驗呢，逼出食安風炮過後呢，就變到十分嘅時行，變到十分嘅搶數嘅。對農民來講，槟榔冇得咧，種油茶會較有效嘅係，還有油茶產業咁有未來呢。今日呢，村民太妃就邀請嘅各部門嘅來賓，還有鄉親，我來到現場向下來討論，夾夾落去。開會了！歡迎睇睇鏡頭，睇睇村民太妃向下來到梅山油茶嘅合作社。今日來到鴉片呢，看下也順行哦，就係一個加工嘅設備。鴉片就係生產，還有倉儲、加工都集中啲向下。故所呢，今日來到鴉片哦，真係久嘅歷史嘅。還有今日來講到油茶一個部分，認真用來講呢，一下油茶做嚟講啲國人。近來近從事，還有政府帶頭來推動之下，近來近實行嘅。今日就係針對亞主題向下來討論。首先為你紹介今日現場嘅特別來賓，第一個呢係農糧署作物生產組嘅測量體作科嘅科長蘇科長，你好。主持人還有現場的來賓，鄉親大家好。接下來是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農業科的科長李秋瑩，秋瑩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台南區農改場雲林分場的前分場長孫文章，同時也是油茶團隊的顧問，分場長你好。今天的來賓以及各位觀眾，大家好。還有我們現場的來賓，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安走，大家好。一按多年來，其實梅山嘅茶油哦，天天呢大出名聲誒。現在茶油可以說越來越有名聲了。但是在過去呢，其實我們從這張五大作物來看哦，梅山過去的五大作物到現在，其實檳榔獨佔鰲頭，依次呢再來是椪柑、茶，還有竹筍跟香蕉。其實這幾年呢，茶已經漸漸打出名聲了。不過呢，我們看到最大宗的作物還是檳榔，尤其它有1637公頃，這麼多的面積之下，現在呢，政府要來推動轉作，因為要推動檳榔廢園的政策，希望大家可以把檳榔園廢掉，來轉種其他的作物。不過這個政策一出呢，其實農民的看法各不相同，帶你一起看看。太萬股嘅生意打破調整嘅情況，劉太高拿定幾個無限地漲檳榔園。因為種車吼較生工一出啦，有就來得收，啊無話無要緊誒，較無影響。啊，你別項像種柑啊、果子吼，逐項都農藥肥料。有錢當年就像其中樣，意思種檳榔來落實。103年起始，農糧署推動檳榔園廢園轉作計劃，針對3塊地合法農務用地，按算全台灣4年愛轉作4800公頃。面對亞媽媽風傳出來嘅管理方案，農民各有考量。你種別項你唔愛種會起來，即農民收成會生活，對無？你愛原始有生活，安尼唔就這講就錯掉。有錢賺，大家就會做。那你考慮要種什麼？我一定是種油茶，其他的果樹要用到農藥的地方會比較多，然後其他的果樹勞力比較密集。油茶算是比較省工的作物。全台灣種檳榔種10多位，就係南投縣還有嘉義縣。中央提出呢度，要提供對檳榔轉作油茶業1公頃20萬元，不過並唔係大家就愛接受。20萬公尺就是較無夠，因為呢青仔做掉，過來吼地質有真濟種，有誒較會結籽，有誒較袂結籽吼，這選種這嘛需要咱的政府來做輔導。過來佇這裡永東若一家當來當提升到25萬，安尼永東是較理想。來到雲林縣，
可能过去几片的迄种槟榔，行客圈到尾就发现鸦片有青岛调拿团体嘅槟榔。你叫一个扭咧，慢慢好倒落，莫去上靠伫扭的啊。啊，你若甲处理好，慢慢伫愿打落，互后期了，慢慢断来断断，伊袂伤咱的靠地。面对振作计划，有位农民喊啲嘅看，唔过咩有人此定爱做。早期车啊是伊的经济效益好，所有人拢靠槟榔伫生活。啊了，槟榔怎卖落，算政府咧甲咱推广咱转做。这2年啊，面积加增足侪，转做。油茶系农民优先考量嘅作物之一。这5年啊，5年伊这花拢结籽，这较早开花起卡了。不过总嘅过后，差唔多爱到第4年涨油好炸，也未会影响到农民转作嘅意思。槟榔其实是热带作物，在台湾过去也只是少量种植而已。可是呢，一路走过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好多的满坑满谷槟榔，满山遍野，鬼阴公都黑槟榔哦。到底是谁在吃槟榔，谁在种槟榔呢？其实台湾生态学会的杨国珍理事长杨老师，他曾经发表一篇专文，在这边引用跟大家分享哦。到底是谁在吃槟榔？其实要说到过去，在台湾经济起飞那个时候。劳力密集，所以很多工人、蓝领阶级，比方说像工人、司机，他们很需要提神，所以大家就会依靠槟榔来提神。但是呢，就在这样子的市场环境之下，很多人需要它，所以农民就开始越种越多了。有一天，就像现在这个状况，满山遍野、满坑满谷的槟榔哦。那我们要看到接下来的这张图，其实说到全台湾种植槟榔前3大的县市，第1名就是南投。再来是屏东，第3名就是我们的嘉义，这个是嘉义县政府的统计资讯。嘉义县呢，目前种植槟榔的面积高达4667公顷，在农委会农粮署的研究统计之中，其实它是有达到土石流敏感区的浅市区高达11%，所以这样子是不是隐藏着一个环境的问题？生态的问题在里面呢？其实种槟榔最大头苗，第1名的就是竹崎，再来是中埔，第3名是我们今天的这边梅山。那现在呢，政府要来推动槟榔废园转作政策之下，其实大家看法不一样。我们这边呢，今天也邀请到了农粮署的科长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请问科长，当初在怎么样的环境背景之下呢？我们现在已经要来推行这个转作政策，其实它的相关的计划还有没有时程表跟预期的效应？是早期，因为槟榔确实在农民的农家所得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收入。那你要农民不去种它，事实上，因为我们也不是共产国家了哈，所以在整个市场自由经济，对，没有强制的规定。那农民可以得到好的收益，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农民的所得生活的水准能够提高，所以当然也不会特别去压抑说，农民你不要去种它，它有收益了，当然是也不会去刻意的去辅导说，鼓励你来种，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品相。所以最近这几年又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说这个是一个时机点，那希望农民能够来转作，那民众少吃以外，也让农民转作得到其他的一个种植转作之后的一个好收益，这样子。那它有相关的时程表，比方说我们废园什么时候要逐步把这个槟榔逐步砍除、砍光，有要到砍光光吗？有，其实当然中央把这一个政策交付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达到一定的一个所谓的成效。那当然，整个废园的政策从103年可以一直有多年型的计划到106年来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工作。当然以后还会有其他阶段性的计划来提出来去辅导转作。106是要全台湾产出没有，到106年我们设定一个目标是4800公顷，然后针对这4800公顷里面，包括像浅市区域啊，或者山坡地区域这边比较具有急迫的，希望先推动的，我们先推动这4800公顷，在这4年里面这样子。OK， 谢谢科长。刚才提到在健康考量、在环境因素考量之下，政府现在带头来推动要废园，把槟榔园废除掉。现在推动转作，而且其中一项作物，当然这中间要转作的作物，推荐的作物非常的多。其中一项非常夯的是油茶。那这边也请教我们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的科长其实中央政策这样子一下来之后，我们地方有执行的难度吗？或者说
我们嘉义县在这么多公顷的种植面积之下，想当然尔之后要废除掉的是非常多。我们分配到的那个扣打是多少？其实整个废园转作的政策，它并没有完全要求农民一定要废，一定要废，没有，就是说要参加，就是我们整个槟榔废园转作的这个政策，它是有提到说，如果你要废园转作的话，你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就是你的废园的槟榔园，它生育的状况是正常的。是。好，如果说你里面已经有掺杂其他的作物的话，那面积要先予扣除。好，那在104年呢，也把整个槟榔废园转作的补助金额从之前103年的15万调整到20万。好。那他也会要求说，最后的成活率应该要到达多少株？那他是就是你有槟榔园，那你参与这个政策，你就一定要依这个政策去把你的槟榔做废除。是。可是如果说你是没有参与的，那可能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去管制到这个区块。是。那当然，中央去定了4800公顷是全台湾的面积。那我们各地方政府其实也是积极鼓励去农民去做这样子的政策的配合，然后。其实种槟榔跟种油茶本来所得的利益就会不一样，那其实是悬殊很大，对不对？所以利益一定是这个政策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点。那我们知道，就是也有民众有提到说，现在如果补粮20万，其实也是不够。但是县府这边会认为说，其实整个产业的辅导的重点是在产业链的健全。就是你产业链要健全，你要让销售的通路能够拉得出去。那你其实不管你最初的补助是多少，农民会愿意投入。那如果说你做到最后产业拉不出去，没有办法去做销售的话，就算你最初补助了很多钱，投入很多钱，但是大家看不到前景。是的，是，对。那这跟他政策又跟他的诱因会有关系了。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农民的手上哦。其实，在97年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农委会就开始来推动这项的政策，之后呢，没想到中间成效不彰，被监察院来提出纠正哦。为什么呢？因为说当时其实政策只有考量到的是一些相关的，你却没有考量到像刚刚科长说到，它是要长期的，而且它的经费投入不足，所以导致当时推出来这个政策中途喊卡了，没有了，所以监察院提出了纠正。之后在103年，农粮署再度推出槟榔管理方案，就是我们刚才不停的提到，就是这个槟榔的废园管理方案哦。那直到后来呢，嘉义县，我们来看到嘉义县目前的成绩做得怎么样好了。103年的时候，嘉义县废除的是0.47公顷。104年已经达到废掉的是1.63公顷了。为了这样重新开始，所以重新来检讨政策，再度来推出，二度推出。可是目前看来哦，这个成效到底是怎么样？这边可能就要有请我们梅山乡的农会总干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推动呢，它的大家状况很好吗？或者说 VCR 刚才总干事其实也有讲到，好像农民兴趣缺，是什么原因呢？中央有这种好的立意。我嘛会当讲替咱的农民来讲一个话啦是。最主要就是讲第一点，咱的补助方面咱有一个诱因，互咱的互咱的农民会当接受。今嘛伊推行的这个补助经费，你看敢不够？这个是20万。阮的看法是讲差不多要25万。安怎讲咧？提高5万，安尼提高大家的诱因。因为伫这段期间你要叫伊讲这个槟榔产错掉改种地址，问题是你这种落5当才有哪收？伫这段空窗期，因拢总免食。拢爱啉西北风咯。对。未来当然，咱来种地址伫长远来看，当然这是对农民更较好。毋过伫眼前，因因这个槟榔有一种好处，这就是讲咱今年收的拢总卖管理。免施肥免下药结果明年同这时阵过来收因有固定的收入所以讲咱要互因的农民有一个诱因，因啥较愿意，当然我嘛还阁来提议啦吼，咱的中央政府是毋是讲，因为伫咱梅山地区有真侪这个做都南地有阁有赤树农场的土地，是真侪这拢总是咱的这个种槟榔。一个较大宗的一个所在，很重要的地方在这边。对，咱这边要求因会员
但是因这就是甲咱的政府北京的一个农地，政府是毋是会当换从这个都调南地？整一下。都南地甲咱的这个叫做赤树农场的土地，会当纳入原来补助的一个范围，安尼应当会更较大的一个成果安尼。OK， 谢谢总干事。谢谢。好，刚刚总干事也提到了，其实中央提出槟榔废园这个利益良善，可是它后端呢，到底要怎么推？现在的补助有给大家这样子一个补助金，可是呢，到底是不是加码之后会提高大家的意愿？我们今天现场也来了非常多的农民朋友，懂得给乡亲哦，向大家来分享一下。请问我们现在有在种槟榔的乡亲，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或者说你过去有在种槟榔的？现场也有 ，OK， 好，还为数不少。我们刚刚从这个槟榔的种植面积来看，那我们先请教我们这边林先生，要推动这样的转作政策，你有兴趣吗？当然是有兴趣，但是这个立基点我们会遇到一个困难点，就是耕地的取得。是，因为以现在我们的土地的梅山这一段郡头段的主管机关的话，它是属于国有财产署，那它已经有明定说，基本的水源地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水土保持区域是不能够放租的。是。那其实乡亲的话，其实知道的话，我们从荷兰时代郑成功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这边耕种。是。所以其实很多水源地原本是禁止使用的部分，其实早就都有种植槟榔，可是并没有列入在这一次的农牧用地的这种。因为它必须要合法，然后刚才也有提到一些地目上的问题了。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主管机关愿意说以专案处理说，这一区就是已经有在种植槟榔，放宽，然后我们改种这种水土保持的作物，那相信乡亲们也愿意说来针对这一块，我们来做一个妥善的，就是合作的部分。目前觉得转作，你对它的预期效应是什么呢？预期效应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简单的分3个部分来讨论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收入，农民希望的基本的就是我今天有去工作就有钱，对，有钱之后，那我可以负担我基本的需求。那再来是观感的观点，因为大家针对我们农民就是说你们种槟榔就是破坏水土保持。对，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转做这种有水土保持的这种作物，那我们心里其实也会比较好过了，有一点转型就对了。是的。Okay. 那第3个角度的话，我想就是健康跟经济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么多土地全部都在生产槟榔，那销售端他们拿到都是有危害健康的这种作物，那当然就是不好的。当然，如果今天我们转做是油茶，这是对身体健康是好的东西，那当然它就能带动很多。第一个就是健保支出，你可以缩okay, 这是比较长远的。对对对对对。好，就是现在转做的这个作物啊，好像目前看起来观感良好。那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待会非常多专业的来宾会跟我们分享。还有刚才这位先生他提到，其实耕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在一个模糊暧昧的这个中间上面，我们其他也是遇到这样子的乡亲，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要转作，阮遐算顺头段的迄种生有地，有诶要经过买几啊手也无法度过名。是。你要开垦要。拢无法度，嘛无法度。若是要请迄个补助嘛是。请补助嘛是，照这理由嘛是无法度好补助。你看安怎会解决这个问题咧？这我看是爱看政府的政策，看安怎改变。好，阮今日政府单位农粮署长官嘛有来吼。这真麻烦啦。好，可能是足麻烦的问题。好。我们休等，刚再来讨论了。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乡亲也是目前从其他的作物或是重新投入来种油茶的，也有这样子的 case 吗？这位大哥你好。我是做无毒农业的，我会选择种土地，是因为土地病虫害较少，吼，免用农药就会使防治啊。就好管理的。是是是。实际的考量还有什么？因为我的土地的时阵吼，拢有经过矮化，好采收，嘛有系统性的肥培管理。产量拢有增加，我鼓励大家来种土地。好，谢谢这位先生。那刚才大家提到的问题，有其他的，比方说现在租地的问题，模糊暧昧阶段，有办法解决吗？请教科长。我想
土地要去取得补助啦当然我们把经费投入下去，还是要受到审计跟监察单位的一个纠正。那有一些土地到底能不能给予补助款，当然这个是还要再另外考量。但是目前来讲，我要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内的槟榔种植面积有45000多公顷，那等于说面积很大，但是我们会先挑。这一个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山坡地的区域，或者是说土石流的浅势区域，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争议的，可以第一阶段先来推的这个。所以有可能分阶段之后再来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针对这些对，就是可能土地权属续约或者是种植的一个要求，可能都有一些比较限制性的，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再来考量。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就先针对这个比较没有争议的，我们先来推，先来达到一定的成效。这样。现在目前的这个目标的这个推动的族群的话，它是山坡地，然后合法的农牧用地这样子。是没错，就是山坡地、农牧用地，还有土石流的浅势区域，我们都优先来推动。好，现在呢，大家当然知道油茶可以拿来榨油，当成油料，食用的油脂非常好。但是过去呢，其实我们在山坡地或在其他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到还蛮多油茶的？但以前它是当成造林的树种，那它的用途就是用来保水固土，所以现在呢来推动这样的状况呢，是不是在很多像刚刚大家有提到观感也可以提高，甚至它有实际的效益？这边就要请教我们分厂长了。像您在油茶团队什么时候开始进驻来研究这个呢？对，当初的话是由林务局主管的，都是种在山坡地上面作为造林树种。那后来可能是因为农民有去采种、采果实，所以后来被剔除了。那在农业的单位、农业机关来讲，我们也一直也没有把它当作是农作物，所以没有去做研究发展。所以就在民国98年的时候，那个88水灾完之后，因为上级有指示了哈。当时就是因为土石滑落，造成很多的人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所以才启动这样子的调查。对，还有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有种油茶的一些油茶农的一个反应，说我们政府没有来注重这个油茶这个产业。所以我就上山，上去进行评估，到阿里山、山美以及云林县的这个古坑的草岭上面去调查。那分厂长，我们现在假如说要来推动槟榔废园转做油茶的话，你觉得像山坡地也有人在种槟榔，平地也有人在种，它的优先顺序是什么？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一直过去是没有做这个研究、试验研究，所以有很多是不太清楚。那当然，现在目前已经慢慢的了解了。当初这个农粮署也有反映，就是说，平地休耕地要种这个油茶。那个时候我一直还是持保留态度啦。后来我们确定这个油茶对土壤的选择是比较严苛的，它是属于酸性土壤才可以种。酸性土壤，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种。对，差不多 pH 差不多5.0上下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壤才可以种。所以刚好就是在山坡地，就是种植槟榔的这个土地、农牧用地是可以推广的。那在你看来，砍掉槟榔来转做油茶，刚才大家一直提到的很多的考量就可以解决了。吃槟榔是过去的过去60几年、70年、80几年，这个是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多。那现在年轻人他不吃，所以这个槟榔的产业你长期把它考虑下去的时候它应该是发展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是。但是你这个槟榔你要砍除之后，你要有一个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来取代，所以将来这个开发出来以后，这个油茶的产值会很好，会比一般的作物会还好。所以我们论的就是说，这样子下去，这个要长期的去发展了哈。这样下去的话，将来要取代这个槟榔这个4万多公顷我想应该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OK， 好，我们再2种作物来比一比从收益的话，它现在或许
它的收益未来是前景看好的。那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槟榔它很省工，种油茶它是不是需要人工采收？它的工需求量会比较大，这也会影响农民转做的一些诱因。那还有政策，现在要废槟榔，政府来打槟榔，现在来鼓励转做，大家转做油茶。还有刚刚大家很注意到的是，他投入的这个经费补助从15万已经提高到20万了，是不是在这样子的加码补助之下呢，大家会愿意来转做油茶？甚至是在过去这个产业起步脚步走得比较慢，现在大家觉得它前景可期，好像可以来发展看看。农民怎么说呢？金黄色嘅茶油对个人嘅鸦片天天地流出来，个人嘅另外一片系师傅当用心嘅健看等。吴师傅对18岁起时就开始榨油，一滴一滴累积出佢40年来嘅榨油人生。要看天气啊，能热，那只是跟着一样，跟人的性命一样。如果越冷，它越难炒；越热，越好炒。任何条件就会影响到成果，支撑师傅一时嘅稳定。油茶生涯也下用机械来生产，头摆就会医生眼力，师傅当然就会降低油热油热嘅油茶甜度。它的以前都是用脚，现在这种机器比较好，用机器做起来比较平均啦。以前脚不会平均啦，像这样。拉起来，这也就当了吗？15公斤。对。那你每天都要练身体？对，每天差不多200，有不能这样压出来。而今年年建造，工艺茶油合作社一年就要用脱6、7千公斤嘅茶籽，一年生产有2000公斤价格，原料嘅需求动态。技术部分还不算是，刚开始不算很成熟。量还不是很大，你需求的话，可能要到几百公顷以上了。来源是很重要的啦，来源如果有办法用到几千公顷的话，那可能会能取代进口茶籽，这是对品质来讲也好，对台湾这块土地也是很好的。为了维持稳定嘅来源，合作社开始请农民来合作种泰国种，这个种就系北普卡岛，也按多年来咪变做合种，从有嘅成业。一开始咧，把下迄1.3万本身就当到苦茶油，后摆呢，县政府又再个推动以后特色作物的吼，就慢慢来磨来种咧，又会来增加，所以呢，下下面积就越来越多。当初种啊是还蛮有人培养个苗，那是特别种个苗啊，全部是来接茶法个，你下个茶苗全部有见过。品种还好，种个还会结果一样啦，数量差不多一般下价。关于油茶生涯发展都较慢，也今年呢才开始来育苗。我们也不相信，本来就是说它土壤它是要偏酸性，要酸性的土壤，它 pH 差不多5.0上下的土壤质地才长得很好。那我们不相信这试验说在改良场那边 pH 差不多是7.0左右，种了2年快数光了，赶快不行，赶快迁到这里来，迁到这里来已经稳定下来了。我们希望说从这边来能够找一些将来就是高产的、油脂好的这个品种出来给农民推广。无论系现种，也系推广大家来做。关于油茶生涯，透过各方落实来做，一点一滴累积力量。哇！实际走访之后才知道，油茶这个眉眉角角很多哎。尤其呢，其实这个油茶它在客庄啊，没黑人合种是分出油嘅生涯，所以呢，其实它不同地区不同种类 mega 很多，带你来看看。我们今天这边有2盘，分厂长你好。我们这2种看起来大小就不一样了。对。这个叫大果种，这个是小果种。它是分布，刚刚我们有看到，好像是地区性的不一样。这个小果种是台湾原生种，这种是台湾原生种。那大果种是来自大陆的。是。所以。过去以往这个大果种的这个种子都是从大陆进口。是。那其实农民自己本身在台湾的原生种也有在生产尤其这个部分是在桃竹苗种的最多。北部比较多。
北部。是，那这个大果种？大果种是在南投、宜兰，还有花东都是大果种的。那假如农民要来转做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它呢？还是说依照地区来分布，南北来选不同的种之外，它的成本到底种哪一个比较收益比较高啊？这个我有跟农民谈过了哈，在阿里山的农民，他说他采大果种采习惯了，叫他采小果的哈，太费工哈。费工哦，怎么说？它这个小果会比较费工小啊，他采一次的采的这个量会比较少。所以想要省工就种大果。但是在桃竹苗的话，他采这个小果采习惯了，那一般来讲，这个榨油这个小果种的油，它卖的也比较高了哈。当然它费的工资比较多。所以，假如我们以产业发展来看的话，你觉得大小果之差，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变成不同的产业特色，然后区域作物来有这个部分，我们油茶团队哈，农事所的李研究员，他已经开始在分析这个大果种、小果种的油的分析，里面的成分，看看小果种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机能性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要不然将来就是说你要卖比较高的价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服消费者。要做出差异化哦。对，所以这个部分都很积极在做。好，谢谢分厂长，我们请回座，谢谢。好，国内的油茶脚步走得比较慢，现在是不是透过各方的资源投入转做，然后呢提高农民的诱因，大家一起来种呢？到时候全台湾种的话，这样真的好吗？我们下一阶段一起来继续分享。所讲嘅柴米油盐酱吃茶，欢迎大家继续听到全面台北嘅讨论现场哦，来到今晡油茶嘅合作沙叶片，讲嘅主题呢就是咱们关心一个油茶嘅产业，因前个还没有讲到哦。健康还有环境的管理之下呢，其实大家现在转做油茶的意愿似乎是增加了不少。油茶呢，它的产业哦，现在世界的4大木本油料植物包含油茶、橄榄、油棕还有椰子，这4种目前是世界非常著名的油料植物。那我们现在呢，大家来推动油茶产业哦，油茶它到底吃的怎么样呢？我们实际要请教的是，你有在种油茶的农民，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几年来做土地油吼，这样有发现就是讲，查某若生产吼，若开刀生产的，大部分是食土地油。是。那一般是自然生产，才食迄个麻油安尼啦。安尼，迄阵我问讲，是哪迄个自然生产甲破白生产爱食土地油甲麻油无共款？伊讲土地油是算较温和啦。是。吼，不饱和脂肪酸啊。对破白生产的来食较好安尼啦。是，较早拢是较老的长辈才知影讲土地油。对。即马咧，你实际在做的过程，还是在贩卖的过程当中，有发现，敢讲是拢是老人家来买较济？即阵啊，男少年囡仔嘛拢会上网来问，嘛会来买。这是实际你咧卖的感受的。嘿，差不多伫个40、50岁囡仔拢知影好来买啊啦。是。因为这土地油到尾啊，电视嘛有直播吼。算伊对咱这消炎真好，比如讲你有食槟榔的人，食到喙破空着，咱今日喙破空的话，咱暗时啊甘水土地油甘5分钟啊，甘5分钟了后，看你是要甲8条是要甲吞落，暗时啊搁甲甘5分钟啊。了后，如果你免疫力较好的吼，喙破空应该是2点钟就好去啊。啊，你若免疫力较歹的吼，甲甘2工啊，喙破空就完全好去啊。OK， 好，谢谢大哥哦。这个油茶呢，刚才也有说到，它好像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以前老一辈的人都会说，我吃猪油拌饭加低油的拌饭嘛，吼，今嘛无赶快哦。我们今天现场也准备了茶油面线哦，请大家一起来吃看看。这边也要请教其他的业者，您觉得苦茶它在推广上或者在料理上，比方说很多人都会问到说，苦茶有醇不哈？有醇吗？这个的话呢，它是跟什么有关系？我们很简单哈，你把你的油拿起来之后，把它摇一摇，那你会发现说你上下摇之后，上面会有一层泡泡，那个泡泡就是油的表面张力，它会持续很久，不会退掉。那你在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口感哈带一点点微微的苦，苦地油，顾名思义就是它微微的略苦，不苦就不是了。那略苦而已哦哈。对，它是一点点。可是如果你是把它炒菜、加热、拌饭、拌面之后，它是香的，一点都不苦。我们实际来吃看看。你刚刚说它不苦哦，那我们来吃看看好了。那涂姐，您一边跟我们分享
在苦茶油呢，它还有其他的这些研究报告是真的有研究的，哪一些是比较新的、比较有科学依据的呢？因为这么讲哈，我们茶油总共做过的总检测的项目大概有1000多项，那该做的我们都做，而且做的非常的多，因为我们是以国际行销为导向，所以必须要符合国际的严格的标准。那它其实有很多好处，刚刚像这位先生讲的，它对胃很好，是因为它里面含有3茶苷素，它可以抗菌作用，所以它另外它也可以修复我们的黏膜，所以拿来漱口也 OK。拿来漱口哦？对，很多人拿来漱口。那以前其实早期我也不敢吃茶油，刚嫁到这边就是说啊，真卡说咱那假这就怂哎哈。那一直到有一天看到我的孩子，因为我公公他很习惯，对，是我公公他很习惯，就是永远我们家的厨房里面，我们的餐桌上都是摆一个碗，那个碗上面就是用茶油，然后加上加上我们的一点点那个酱油。那你不敢吃的话，可以再加点麻油哈，因为它气味比较特别一点。那这样子吃着拌饭其实是很好的，就我本的假料料。那这是我们最简单的。那如果在农忙的时候，我们家里非常忙碌的时候，通常早上也都是用拌面线来吃。那你再加面线，你可以再加点姜啊、蒜头啊，甚至青菜穿烫，把它放在一起，加点酱油或者不加，或者加点香椿酱、SO 酱，什么都可以。它是其实很简单、很方便的。那它除了刚刚讲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以外，它是被称为东方橄榄油，主要是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它可以降低人体不好胆固醇，提高好的胆固醇。第二个，它非常适合我们华人饮食世界，因为我们华人比较喜欢就是煎炒煮炸的方式，比较高温，对，它耐高温，油脂很安定，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涂姐你也吃看看，我刚刚吃一个，觉得它确实没有那么苦啦哈。那假如真的有很苦，那可能是什么状况啊？应该这么说哈，小果它炸出来的油，它油色比较淡一点，然后它比较清香。那如果是大果的话，它味道呈现出来就是比较果香、比较浓郁的味道。那两者它味道有别，可是其实在营养价值上来讲，其实是相距不远。对，对我们来讲，其实这2个价格是差不多的。我们从分布图来看好了，台湾的油茶呢，目前种植的面积大概是多少？1000公顷哦，全台湾是1124公顷，这么多。那种植的最大的面积，前3大包含新北、南投，还有我们嘉义。那嘉义县目前种植的面积是214公顷，这边占的是全台湾19%，将近20%。那请教科长，我们之后呢，是不是应该未来会继续来推广，还是说，我们的政策的导向，未来分阶段是怎么样的想法呢？那其实油茶在嘉义县比较山区的发展很早，因为当初不管是交通不便，那另外一个是猪油这种动物性油脂的取得也没有那么方便，那所以山区很多其实就已经在使用苦茶油这一类的油脂哈。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槟榔肺源转做，其实在嘉义县103年跟104年合计起来所增加那个油茶栽植的面积大概只有2公顷左右。但是我这边要提供一个数据，这是我们嘉义县整个油茶的那个生产面积的资料。那从这个资料，其实我们看出来，在102年开始，其实油茶面积就已经大幅的增加。然后103年跟104年，整个油茶栽植的面积呢，其实不只是我们肺源转做的面积，其实还有更多。那我们就去检讨说，其实就算你政策在推动，势必还是会有一些农民他没有办法去符合你的政策的。但是呢，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所以从需求端去反推回来，整个油茶面积其实是增加的。这才是治本之道。对，而不是一直靠着提高补助，然后吸引大家去转做。那其实是它的前景是怎么样，大家自己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是的。OK， 那我们刚才透过 VCR 里面也有看到，油茶业者也觉得说，它未来或许大家一直推动，可是现在呢，光看这样的面积其实是不太足够的。所以对于这个产业呢，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隐虑在。目前呢，大家怎么想？我们要透过 VCR 带你来看看油茶业者，他觉得现在目前首要增加的应该是面积的推广。一神超一部嘅油茶，經過使用風暴過後，民族係較重視嘅。關於油茶合作社地度，傳統嘅油壓機已經有16年研究嘅。而也早有忙實停下來，頭擺味道前穩定嘅生產人員，合作社是親反手。以前我們為了要桃子來源，有時候也是要到處去買。比如說以前我爸的話，要帶他去苗栗、新竹、南投
阿里山那边去买，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很好的东西。那如果在本地里面它能够扎根的话，那都是要跟农民把它去做，然后让他们去种，才有办法得到一个稳定的来源。梅山的茶油已经是真久的历史啊，不过就是拢较小面积，你要成立班，我哪有迄个困难度所以讲，咱最主要是要来鼓励辅导，互伊会当较大面积来种了咱先来个成立班。一下出台进口茶籽，合作社要跨演示，留农民合作，希望天天内拓展国内外嘅茶油市场，追求产业发展一路行过来。苗栗县3万乡农会1万有经验。以前全部老人家第一年才會嚟買，你唔係後生人就出主動打電話嚟問，我都有苦茶油嘛。苦茶油是非常好的东西啦。准备推广那是有差不多20歳啦，大家是还不认同，要是大家认同的那种咯有兴趣的，大家就冲下来冲下来种樣件啦。那種到那半年是有差不多30-40歳啦樣件。一下合作社成立10年呢，點樣提實批目標同路好，都愛追求產業提升。一般我们这边的话都是农地多一点，但是你要变成一个产品加工的话，林子工厂、包括观光工厂，它都需要有一个工厂登记才行。现在卡在农地，没办法达到那个工厂登记的那个项目。目前我们有一些合作社，他们是朝着观光工厂的方向在走。他们这边假如愿的还是可以朝着这样，因为我看他们的规模其实是好像年产差1000公吨吧。以这样的规模，其实是还可以继续再发展。傳統產業重新包裝，讓大家就行安順，一路茶油帶向國際舞台，創造出行較大嘅價值。现在业者提到了几个问题好像种植面积不太够。我们从这张分布图来看，现在光是嘉义的收获量，全台湾占刚才有看到是19%嘛。第一名的是谁呢？阿里山乡160公顷多，中埔乡、梅山乡、竹崎。现在嘉义整个种油茶面积是218.26公顷。刚才呢，我们科长也有提到假如说在这个前景看好的情况之下，产业把它时间拉长远一点看，大家自然会依靠很多不同的考量因素来投入。那还有其他呢？产业要发展，当然不是只有靠种而已，还有其他什么？我们也要请教现场的其他种油茶的乡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只要产业要发展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呢？我是油茶疫苗业者。是。那个，因为我们台湾的农民大概都是小农，然后耕作面积大概从几分地，顶多几公顷，所以耕作面积都不大，所以要让这个油茶的产业能够得到更好的经济效益，第一个门槛是要从那个品种的选择开始。那请教大哥，你觉得种油茶的门槛高吗？它对跟一般作物比起来是门槛不高，但是你要获益的话，这个油茶你要获益的话，就是第一个门槛是要从优良品种去着手。是，尤其是在转作之初种油茶种下去不是马上就有收成，要4年到5年才开始。我们吃柚子也知道要吃老长好像比较好吃。油茶有这样子的状况吗？油茶基本上没有，问题是你刚开始种这几年，因为就完全没有收益嘛，所以我们会鼓励在种植的间隔之中先去种短期作物，然后有收成之后分散一些，对，增加收入。OK， 好，谢谢。还有其他的乡亲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投入这个油茶产业的其他考量是什么呢？老师你好。但是我认为说，要培育出来良好的这个苗种的话，这个种子的话，也是门槛也不低了，门槛也不低哦。对，因为成活率的话不是很高，大概平常，譬如说我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存活率大概是5成到6成而已。只有这样的，那其实还是有一半种了会死的状况对，因为我们是从那个种子里面，培育出来比较矮一点的，我们再把它移植到那个。我们好像知道有些茶树可以长到很高大概高的状况可以到哪里？
我查是很高很高，查数很高那个目前来讲，但是来讲的话，现在应该讲的话，现在不能够涨得很高了，采收上也困难，而且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了。所以这个要透过改良把它改善起来。对，因为就是说你把它矮化一点，而且种稍微密一点，不要种的，这个很宽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收成就比较差一点了。OK， 是这样的。好，谢谢老师哦。谢谢其他的业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现在的面积状况量是不是比较不足呢？我认为是在这10年以内吧。是的，因为对经济上都上来了嘛，然后茶友它的一些需求、健康方面都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有在增加。刚好食安就把它更爆发一点。所以是国内几度刮起食安风暴、油安风暴，让大家更重视这个油的把关了。是。那您觉得，假如说靠着这个槟榔转做的政策来去推动大家种油茶，是一个方法？还有其他您的建议方式吗？你会怎么看？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由政府带头的话，然后让就是说，比如说一些槟榔那种它获利已经不行了嘛。不好，然后油茶方面，它又有一些效益出来，又很健康，然后这样转做的话，可能会成功的。是。OK， 那它需要种很多没有错。那终端、后端加工的面向，或者说后端的通路行销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看呢？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因为像以去年来讲哈，去年进口量应该有1万吨。是。应该台湾来做要达到这个量的话，我估计要一段时间，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销售没问题。OK， 好，谢谢老板。那其他呢？你有对于种油茶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说你看见了什么问题，觉得它是需要去解决的，请你也跟我们分享。因为台湾的农民都属于是小农经济，那小农的话，等于说你这个油茶大家种的收过来之后，后续一定会有品质上面认定的标准问题。那像食安风暴已经彻底把我们过去很努力所建立这种 GMP 的这种制度完全打垮。是的，所以那后续的话，它是一种高经济的作物，那如何让这个品质认证建立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制度？所以你认为认证的制度，只要产业要发展的话，它其实要去专门去找一个专门的制度，让大家可以信服一个具有公信力的认证制度。对，没错，因为油茶我们会说它有好有坏，那可是好坏的话只是一个定性的标准，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定量出来。那有一个合适的机关，像是农药检查的话，那就是找 SGS。那我们油茶的话，也是希望说后续一定要建立这样子的标准，那最好是由主管机关来辅导建立。OK， 好，谢谢。通路还有认证的制度都是帮助这个产业，是不是有可能未来要稳定发展的一个目标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农粮署来跟我们做个回应？像刚才也有提到，过去进口量其实是蛮多，我们目前油茶的进口量占台湾的成数大概多少？确实这个食安的事件、油安的事件之后，消费者对这个油的来源也特别重视，大家很担心人心惶惶哦。苦茶油最近也蛮夯的啦哈，所以我们大概查了一下，去年的籽的进口量大概是8500吨，最多从哪里来呢？中国大陆8500吨。目前最多的主要还是从中国大陆进来，但是中国大陆最近也是把这个苦茶籽是类似视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所以其实要从它那边出口出来越来越困难，量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警示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给率的一个冲击或者自给率的一个要求之后，我们开始在鼓励，希望提高自己油的这一个自给率，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鼓励转种，然后来生产自己的一个自有的油源，所以以国产跟进口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看，大概估算一下，我们自给率大概只剩下20%，就苦茶油的部分大概不到1/4了，大概是1/5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还可以再增加，可以取代进口的苦茶籽或者取代进口的这一个橄榄油。那当然这一个部分还是需要由消费者这边反推回来，由市场的自由机制去鼓励农民来种植。那政府当然希望在一开始的这一个推动，人家在讲说满书 K 桃蓝，然后所以希望由政府的引导，包括槟榔园转作的这个补助以外，其他不是槟榔园的部分，如果是属于活化耕地的这一块，活化休耕地可以领转作奖励的这一块，也可以来申请。那这一块一年也有9万多块的一个补助。那如果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那另外我们也有提供一个种苗费
1公顷5万块，你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去取得种苗费的一个补助，等于说你一开始的种苗费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补助来申请。是产业更透明呢，是不是可以加速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有呢，实际它的市场状况是怎么样，并不是说一直种一定好，它到底有没有人需要呢？我们从市场图来看呢，农民银行统计啊，在1999年的时候，全台湾消费橄榄油有多少呢？6586公吨有6586的公吨，大家拿去买橄榄油了。目前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取代进口橄榄油的市场，不要取代太多，50%就好，一年就要产3500公吨。在这样子的种植面积看起来呢，大家农民可能未来你可以好好来考量一下，是不是要加重来种植这个油茶这样的作物，或是说从槟榔转做其他的方式都好。刚才农粮署科长都有跟我们分享到，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申请方式。我们最后呢，再开放给现场的乡亲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对油茶、对于槟榔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欢迎你。如果说有土地，那也想要配合种植茶树的话，高山茶油的部分，那个树苗的部分要如何去取得？取得优良品种，那还有它的技术。对。会担心的是什么呢？种下去不会种，病虫害把你的茶树吃光光。有这一方面的团队可以去咨询吗？是 ，OK， 好，谢谢，请坐。我们待会请现场的来宾一起来回应哦。还有其他的吗 ？OK， 你好。我可以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家有种农田，那如果说农田的话，适合改种这个茶树吗？像刚刚我们有听到说酸性偏酸性土壤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所以今天这样听下来，你觉得这个产业它有未来吗？一定有，肯定有，绝对有。好，非常谢谢2位女性的观众朋友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哦。刚才大家提到种苗呢，你想要种啊，怕没有地方买，没有地方取得，还有后端的技术问题。另外，我家自己有农地，可是呢，它到底适不适合种呢？我们这边是不是请分厂长来跟我们分享？那刚才大家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比如说种苗的问题。那种苗问题，我们农粮署这边有组成我们改良场试验单位去辅导专业的疫苗厂在供应。那这个在农粮署的网站上面都有，还有栽培技术的方面在网站上面也有。那农粮署也有要我们写的一些推广的单张，就是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的这些单张都可以索取啦。大概到农会都可以去拿到这些资料，相关的咨询服务。对，要不然就上网去查询都可以。OK， 好，谢谢分厂长哦。再来呢，其实莅临自己有看到，现在不止嘉义现在在推这个槟榔转做油茶计划，各个县市都有在推，尤其像东部、花东这边都开始跟上脚步了，甚至还有人喊出他们要打造成有机茶油的故乡。像刚才我们从 VCR 里面有看到苗栗3湾呢，它为什么油茶的种植面积会一下子增加很多呢？其实跟政府的推动的角色有关系，因为他们选定这个特色的作物来当他们的可能入口意向，还是其他的，这些也是需要农民种植之外政策的辅导。那我们也请教嘉义县政府，有没有可能从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从地区的方式来去发展 push 它？其实，在去年前年，我们就已经有在府内自己讨论说，是不是有可能用专区的方式来做经营？因为如果说用专区去经营，对，就是用专区的经营的话，你的力量会比较集中，那土地比较集中，然后你也可以用去有土地取得之后，去形成产销班，然后来协助取得政府的一些资源。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有专区有产销班，它可以去做共同的房子甚至资材的采购，都可以降低它整个生产所需要的成本。那如果说我们邀请中央的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学者来做辅导的话，它也会比较全面性的去做整个区域的协助。专区的话就不单只是 push 大家来去种啊，可能中端后端我们刚才席间一直讨论到的都会关心到了。对，我们是希望朝这个方向来做。你觉得达成率高吗？大家后来讨论觉得有可能成立一个嘉义油茶专区吗？那时候讨论其实有实际询问过农会跟农民，但是在那个阶段刚好是102、03年左右，就是整个宣文风暴刚开始，所以大家对这个油茶的前景可能还没有看到。是。那初步农民所想象到的就是，
我可能种的时候有4年甚至5年的时间是没有收入的。那我觉得也刚好配合那个时间，不管现在在推槟榔废园，甚至在平地的调整耕作制度活化，都有相关的补助，可以大部分去补贴那个前4年没有收入的阶段。我们是还蛮希望说，如果农民有意愿的话，县政府一直是一个平台。好，不管说是在生产端，可能刚才有民众有我们乡亲问到说，我想要种油茶，那我不知道技术方面要问什么单位。虽然县府没有办法直接做技术辅导，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县府去询问说，哪个单位可以来做协助？或许这是一个平台整合资源哈。对，所以县府一直期许说，我们就是一个平台。那如果说在产业发展上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跟县府来做联系。OK， 谢谢科长，谢谢各位来宾，谢谢各位乡亲哦。今晡呢，针对个油茶，迄毋迄老佮县做一个核心嘅作物，大家核心来发展一个产业咯。因此呢，唔但请大家对油品重视含较把关呢，其实呢，含较希望嘅係一個環境做的允許下去。剛剛還沒講到啊，像油茶呢，它對於環境或許是有它的優勢所在，所以這個會不會促進大家來去考量種植這樣產業，甚至是檳榔廢園的政策未來怎麼走？油茶的產業到底有沒有前景呢？我們今天做了非常多的討論，非常感謝今晡按到嘅來賓，按到嘅鄉親，共下來討論，也感謝觀眾朋友嘅收看，and 再會。